发进就是冠军，冠军4比2击败了法国队。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没想到我人生第一次买体育彩票竟然中奖了。我买的既不是赌输赢，也不是比胜负的，我是在世界杯开始前半个月就买好了。当时我路过一个体育彩票店，我看到老板在那里宣传，就是他们那里可以直接买冠军的。我当时想都没想就买了阿根廷。我一直都是梅老板的球迷，从10年开始看世界杯，这是第4届看阿根廷，所以这次我想都没想就买了25倍阿根廷冠军，2块钱一注，25倍的话就是50块，不知道这次能兑到多少钱。这是我的彩票，我是11月21号买的，到了，当初就是这里买的。来俾我来兑奖子，当初辰光你打毛个彩票。我分享上会得中，你看看还带几号铜币？是毛个冠军，奖金215，你拿拨我呢？支付宝。嗨，下趟我再来毛。中奖金额215块，去掉我买彩票50块的钱，赚了165块。虽然金额不大，但还是很开心的。自己支持的球队、支持的人，终于拿了冠军。最后，希望大家都能好运连连，开启2023年，越来越好。